這事以後神要試驗亞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說：亞伯拉罕啊！他說：我在這裡。神說：你帶着你的兒子，就是你獨生子，你所愛的以撒，往摩利亞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獻為燔祭。經文一開始就說明神要試驗亞伯拉罕，試驗啲咩呢？表面就要睇佢嘅信心，實際上就要睇佢嘅愛心。因為神強調是你所愛的以撒。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，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。呢度講嘅係兩個至愛，一個係耶和華，一個係你獨一無二的兒子。兩個你揀邊一個啊？神要考驗嘅係主要係亞伯拉罕對佢嘅愛，而唔係佢嘅信心。神唔單止要知道亞伯蘭係唔係依靠佢，更要知道佢有冇愛神到一個地步，願意將自己最好嘅獻俾佢。亞伯拉罕又點樣回應呢？亞伯拉罕清早起來，備上驢，帶着2個僕人和他兒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去嘅地方。到咗第3日，亞伯蘭舉目遠遠地看見那個地方，好似當初神吩咐佢離開本地、離開佢屋企一樣。佢呢一次出門，亦都唔知道自己將會去邊度。神雖然話俾佢聽往摩利亞地去，但摩利亞非常之廣闊，去到嗰度仲要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獻上以撒，所以佢去嘅時候係唔知道要去邊一座山，亦都唔知道嗰條路點樣走，但佢仍然走咗出去。嚟到第3日，佢舉目遠遠地看見那地，換言之，佢係去到亞摩利先至見到目的地。呢一次嘅出去最困難嘅唔係唔知道要去邊，而係諗唔明、睇唔透點解要獻以撒。以撒唔係神應承會帶俾我子孫後裔嘅獨子嗎？而家點解又要我將佢殺咗呢？完全唔能夠明白，但係佢依舊出去，依舊遵命。呢一點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。佢出去之後嚟到亞摩利，然後先至見到要獻祭嘅嗰一座山。呢一個係走一步見一步，而唔係見一步走一步。你開步走先至睇到目的地。出吾爾嘅時候就係咁樣，而家亦都係咁樣。亞伯拉罕最叻嘅就係肯去。前面話亞伯蘭就照着耶和華嘅吩咐去了，而家又話亞伯拉罕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佢嘅地方去了。呢一次唔單係唔知道去邊度，而且係想唔通嘅係點解要喺嗰度做咁樣嘅事情。但係佢依然去咗，呢一個就係最難得嘅，先出去然後先至睇見。亞伯蘭對佢嘅僕人話：我哋同驢在此等候，我與童子往那裏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們這裏來。亞伯拉罕將燔祭嘅柴放在他兒子以撒身上，佢自己手裏拿着火與刀。於是二人同行。我與童子往那裏去拜一拜嘅去字，以及最後一句於是二人同行嘅行字，係同一個字，跟前面2個亞伯拉罕領命出去嘅去字屬同一個字根。亞伯拉罕留下僕人，拿着火和刀，將獻燔祭嘅柴放喺以撒身上，帶住童子一起朝目的地進去。第3節提到佢離開家前已經劈好咗燔祭嘅柴，而家又帶備火和刀出發。佢係按照佢所知道嘅做咗一啲嘅準備，除咗羊羔獻祭需要用嘅物品，佢都帶齊晒啦。經文冇交代亞伯拉罕內心嘅感受，但係可以想象得到佢有幾咁掙扎。縱使佢有好多嘅問題，有好多佢諗唔通嘅困惑，但係佢仍然按住佢所知道嘅做好一切嘅準備。佢需要火，需要刀，需要柴，唔需要羊。該預備嘅佢都預備好咗啦。喺7至8節入面講，以撒對佢父親亞伯拉罕說：父親啊！亞伯拉罕說：我兒，我在這裏。以撒說：請看，火與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裏呢？亞伯拉罕說：我兒，
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嘅羊羔。於是二人同行。以撒好機靈，佢發覺樣樣都有，唯獨欠咗一頭羊羔。喺亞伯拉罕、以撒同雅各三人入面，以撒係聖經記載得最少嘅一個。有人話佢做過嘅唯一一件好事，就係逼佢父親講咗一句證據：耶和華必有預備，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嘅羊羔。呢一個預備喺原文係看見嘅意思。喺呢一段經文其實有好多個看見，看見先至係經文嘅重點。首先你要出去，然後先能夠看見。而家以撒話佢睇唔到羔羊，亞伯拉罕就回答：我都睇唔見啊，但係神見到就得啦。我哋係睇唔見睇唔透，但我知道神知道佢喺度做啲乜嘢。神會緊緊咁樣盯住我哋，密切監測住一切。我睇唔見唔緊要，神睇見就得啦，佢睇得到就得啦。我哋嘅召命係睇唔透噶，但係唔緊要，呼召我哋嘅神睇到就得啦。他們到了神所指示嘅地方，亞伯拉罕在那裏築壇，把柴擺好，捆綁他的兒子以撒，放在壇嘅柴上。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，要殺他的兒子。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：亞伯拉罕，亞伯拉罕。他說：我在這裏。天使說：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點不可害他。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，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。亞伯拉罕舉目觀看，不料有一隻公羊，兩角扣在稠密嘅小樹中。亞伯拉罕就取了那隻公羊來，獻為燔祭，代替他的兒子。亞伯拉罕給那地起名叫耶和華以勒，直到今日，人還說，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。我哋可以想象一下當時嘅情景，神吩咐亞伯拉罕將以撒獻為燔祭，佢而家真係照樣做，將獨生嘅愛兒綁起來放喺壇上，手起刀落，準備殺死以撒。如果換作係你做得到嗎？亞伯拉罕就做到啦。根據希伯來書嘅翻譯，佢嘅信靠到咗一個地步，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呢？佢相信即使殺咗兒子，兒子仍然可以死而復活。佢對神嘅信心同盼望令佢毫不猶豫咁將以撒獻上。不過喺呢度主要所講嘅係佢對神嘅愛，係過於愛自己嘅兒子。迦南人確實有將兒女當作祭牲獻俾神嘅習俗，神卻不許以色列人咁樣做。不過當時周圍都係奉行父權嘅文化，父親有權決定兒子嘅生死，兒子服從父親係理所當然嘅事。再講嗰陣時嘅人可以生養好多嘅子女，為嘅係令到男戶主有更加多嘅人手工作。父親對子女唔一定有愛，故此將兒女當作祭牲獻上亦不足為奇。不過喺呢度講明亞伯拉罕嘅獨生子，而且強調係所愛嘅以撒。我哋以為神好唔合理，竟然要求亞伯拉罕做咁樣嘅事情。其實神要亞伯拉罕所做嘅，正正就係佢自己將來會做嘅事情。以撒係獨子，係亞伯拉罕嘅命根子。神同樣要殺自己嘅獨生愛子，讓佢代替所有人死去。呢個係完全不可思議、唔可以接受嘅行為。但神對我哋嘅愛就係咁不可思議、咁不可理喻噶啦。或者我哋仍然覺得太過分，亞伯拉罕根本冇可能會知道將來會發生一切嘅事情。但面前提到神話佢要做嘅係瞞不過亞伯拉罕，神又將亞伯拉罕稱為朋友，所以神或者係會告訴亞伯拉罕呢一位好朋友，有一日佢都會咁樣做。神為愛世人拋棄佢嘅獨生愛子，相信呢一個係聖經唯一一段最能表達神無比大愛嘅經文。如果唔係，我哋好難會想象得到，因為我們冇咁樣嘅愛，根本就冇辦法可以體會，更加冇辦法做到咁樣嘅犧牲。或者你會話神嘅吩咐極唔合情合理，但十字架嘅愛正正就係咁樣不可理喻，無法想象，亦都無法明白。好多時候我哋嘅限制就在於我哋嘅視野極其狹窄，好多嘢睇唔到、睇唔見，但係我哋仍然要領命走出去，
唔能夠用睇唔到作為推搪嘅藉口。有人認為亞伯拉罕經歷過好多神蹟，例如撒拉能夠懷孕，佢晚年可以得子，故此佢能夠將以撒獻上，亦都不出為奇。其實我哋並唔俾亞伯拉罕吃虧，我哋見過亞伯拉罕嘅事蹟，讀過關於佢嘅記載，發生喺佢身上嘅事，亦都等於發生喺我哋身上。聖經嘅面世就係為咗讓我哋可以分享呢啲嘅經歷。嗰陣時候人冇聖經，所以佢哋要逐一經歷神蹟。而家我哋閱讀經文，亦都好似身歷其境咁樣，無需人人都經歷過呢啲神蹟奇事先至能夠相信。事實上，我哋比亞伯拉罕更勝一籌，因為我哋讀過許多聖經人物嘅事蹟，睇見嘅圖畫比佢哋睇見嘅更加全面，應該更容易信靠順服先至啱㗎。創世紀有關亞伯拉罕嘅生平記述，用咗好多個去字，講佢嘅去比講佢嘅信仲加要多。雅各書話去就係信，要行出來先至係真正嘅信。所以我哋唔可以限制自己，唔可以俾自己猶豫阻礙我哋回應召命。好啦，關於亞伯拉罕嘅召命之旅呢，我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咁多。而關於召命呢一本書呢，裏面仲有好多其他嘅聖經人物召命故事。如果大家想繼續去深究嘅話呢，都歡迎大家去買呢一本書嘅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聽。如果中意我呢條片嘅朋友，就請 like 同 share 啦。多謝各位，拜拜。